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南台湾目前讲真欠货，敢若剩1礼拜的库存，所以今仔日嘉义、台南甲屏东有袂少的关货站拢推出着关货送好康的活动，像伫屏东的东港来关货250cc就送白米，啊关500cc，除了有白米，阁要送你姜母鸭甲咸猪肉。现场阁提供着免费的加头毛的服务，另外阁有这个关货站哦，只要来关货，就送你小琉球来回船票。果然有袂少的民众来关货。铺棚内底真侪人，大家拢来排队关货，因为今日来关阁有好康会当摕。然后这个有姜母鸭的，还有咸猪肉伫内底。好，谢谢您。一包搁一包的礼品，民众摕甲真欢喜。来关250cc的货，得当摕3公斤的白米一包；若是关500cc，闹白米，搁有姜母鸭含咸猪肉1份。面条切起哦。另外一边嘛说提供免费加头毛的服务，若是来关会头毛得当甲你加免钱嘿。礼品靠红，剩一人5价给我量了。对，今天是专程的。今天专程的哦，然后剪完顺便剪头发，追完血就。地点就伫咧屏东东港光复路，主办单位借丰富礼品来向民众关怀。因为都缺血很严重了哦，那东港青商就响应这个活动。另外，今仔日伫咧屏东关会站，嘛讲关会伫咧11月初5进程，不管关200个或者是500cc的货，都送盐宝往回小琉球的船票，赶快向民众必抢来关会。都可以帮助别人。然后也可以去国旅，就是看一下就是台湾的那个旅游的一个情况。说到这个小琉球的船票，会不会找时间会想要过去？会啊。是在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地的10几个捐血站，我们都会捐血赠船票。根据高雄关会中心统计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平湖、台东，即马平均货量库存也个会当当8天，上济5型会当当9天，上少B型会当当8天。多数也个伫咧正常值，毋过若是无赶紧补货，恐惊真紧就欠货，所以各地关会站嘛制作好康，呼吁民众紧来遮关会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